多謝主席。坊間有意見係指出咧，部分嘅外判滅蚊嘅工作，因為價低者得啦，導致到部分使用嘅器材咧係未達到一個專業嘅標準，噴藥嘅方法咧亦都有唔正確，影響咗滅蚊嘅成效。請問現時嘅合約咧會唔會考慮將承辦商嘅技術水平啦、器材嘅規格啦，呢啲嘅指標咧，可以列為一個硬性嘅門檻，而唔係參考嘅評分。對於現時嘅噴霧機嘅型號啊、佢哋嘅規格啊，甚至係霧笛嘅大小，會唔會訂立一啲具體嘅技術嘅呢個嘅標準呢？多謝主席。局長。好。多謝議員，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咁咧嗱，其實咧食環署咧喺佢嗰個防治蟲鼠嘅合約咧，即係佢亦都係知道咧呢啲有效嘅科技啦。咁佢亦都咧係會同嗰啲承辦商咧係跟進啦，睇下點樣可以善用嗰啲科技啦。所以你見到咧，其實我哋都有啲例子嘅。而咧就住其他部門咧，無論食環署咧或者跨部門工作跨部門督導委員會咧，我哋都有同其他部門咧分享呢方面嘅經驗。咁佢哋咧會按翻自己部門個別嘅情況咧就考慮啦。另外咧，其實咧過往咧我哋因為好多部門咧都係透過佢啲承辦商咧去執行呢方面嘅工作嘅。我哋過往咧已經將食環署咧佢喺佢嘅合約入邊咧可以點樣要求嗰啲承辦商做好佢哋嘅工作。如果唔係咧，除咗部門咧可以即係按合約咧去處理嗰啲承辦商之外咧，其實食環咧都可以咧係向一啲即係承辦商咧係提出檢控嘅，即係佢如果冇做好即係嗰個防控蚊患個工作。